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正国寺的常住法师啊，各位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讲这一章末宝，跟各位大家结个法缘。师父这么写道：以慈悲欢喜来美化我们的生活。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有慈悲，用慈悲跟人家结善缘。你尽量的帮助别人，关心别人，能够体贴别人，包容别人，能够尊重别人，这都是慈悲。如果用慈悲心、欢喜的心，自然你的生活就美化了，你感到很满足啊，你不会跟别人敌对，不会有对立、烦躁的生活，就不会出现了，你的生活就会变化，会和谐，会欢喜，会快乐，这种生活自然就拥有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渴望的嘛。以道德良知来改善社会，每一个人都要遵守道德，道德就是社会的规范，不能任意的去欺负别人哦，不能伤害别人哦，这就是道德的规范。良知就是我们做人应具有对人的尊重啊、爱心啊，我们对父母要尽孝，对朋友讲话守信用，这就良知，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认知。以道德跟良知来改善这个社会，帮助社会更加团结和谐。如果大家都遵守道德良知，你想想看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你不会伤害我，不会任意糟蹋别人，也不会欺骗或者做一些非法的行为来去伤害到别人，你不会，社会就改善了。大家都遵守，社会就慢慢的一直提升，日子过得很美好了，是一个礼仪的社会，幸福的社会，以团结和谐来福国利民啊。我们人与人之间，大家彼此要团结，不要结怨啊，不要结仇，大家和谐尊重，非常和气的相处，自然国家就会进步了，人民百姓幸福安乐，过着好日子，叫做福国利民啊。以信愿念佛来成就西方，要有信愿，我们要绝对相信。这个年代当中，佛一再的强调无二亦无三呐，你没有第二条、第三条路可以选择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人对外在都很在意，贪求占有的心非常的强烈，所以如果你不好好念佛，你就没有机会成就了。所以我们要绝对相信，我一念佛，佛就要救度我，我相信，我不怀疑，我愿意到西方，用这种信跟愿，好好的念佛，精进用功，阿弥陀佛一定接引救度我到西方去成就佛道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太重要了，几句话我们彼此互相来鼓励了。这一章虽然有一些是世间法，但是还有出世法的，世间法跟出世法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让大家在世的时候都能平安吉祥、消灾免难，大家天福延寿，日子过得很喜乐。更重要，我们要临命中都有依靠，都有安全的保障，顺顺利利的到极乐世界。把这一章送给大家，谢谢阿弥陀佛。